大家好啊！既然係嚟碌春橫山個風下風島，大家看看做安檢咯嘛，前面堂區潮汕，走下左邊青龍鎮啊！這邊的新豐，還有就師兄蝦，要找拍湖邊咗。嗰邊呢啲近豐從三台金山走嘅。其實金山再拜嘅，其實係金山再拜嘅。這邊的新豐其實三台走嘅咗。新豐三台走嘅，近豐三台走嘅。近豐嘅三台金山走嘅，其實呢金山開貨啊！這邊係青龍坊嘅。青龍坊嘅鳳蘭呢要重銷，在三台要走嘅。嘅路上呢就隨身太莊走嘅啦。前面鞍山嘅木山，腰水到咗。
潮汕，塘沽潮汕，左边青楼。上沈台，沈台周嘅啦。今年呢攞啲簡簡單單風嘅 T 恤嚟咋？北湖邊要在勁風沈台，金山周嘅。福州啊，陸川橫山兩堂嘅，路標呢115嘅，大家看看做安檢有冇問題？感謝大家觀看啦。